这系列节目首先祝愿广大的观众朋友们2025新年快乐！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达兰萨拉前往南印度；中国对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采取新的限制，藏语将可能从高考中取消；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领导人致函悼念印度前总理和美国前总统逝世。司政边巴次仁谴责中国对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实施制裁。司政边巴次仁祝贺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新任主席和秘书长。爱沙尼亚支持西藏团体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驻北美办事处在纽约举办藏汉新年聚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休养近4个月后，于今天1月3号踏上新年的第一个行程，前往印度卡纳塔克邦的贝勒库北藏人定居点进行访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上午从达兰萨拉的勤宫出发至冈格拉机场。手持哈达和藏香的达兰萨拉僧俗藏人、各国信众和游客在沿途为尊者送行。尊者将于1月4号经首都新德里抵达南印度卡纳塔克邦的贝勒库北藏人定居点，并计划在当地停留1个月左右。此外，根据来自西藏境内的最新消息，中国政府于12月20号在西藏东部色达的拉荣五明佛学院部署了大量军队，试图再次加强对当地的限制与管控。消息人士指出，12月20号当天，中国政府从鲁霍等邻近县调集400多名军人抵达色达，并在拉荣五明佛学院周边部署数架直升机。当局计划从2025年开始实施新的法规，限制拉荣五明佛学院的僧尼居住期限最长为15年，并要求所有僧尼进行登记。当局还计划减少该学院的僧尼和常住信众的人数，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汉人僧尼和学生被强制要求限期离开，表明当局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减少寺院的僧尼和规模。这一发展遵循了当局对拉荣五明佛学院系统性限制的模式。该学院曾在2001年、2016年和2017年遭受过大规模的镇压，期间数千座僧舍和相关建筑被拆除，大批僧尼和信众被强制驱逐。与此同时，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于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藏语可能从高考科目中逐步取消，引发了西藏境内的藏人学生、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外界更是担忧此举将引发西藏的第2次文化大革命。这份报告详细列举了来自西藏的社交媒体帖子，指出2025年的高考可能不会包含藏语科目，而另一些消息则称藏语将成为选考科目。西藏各地的藏人大学生和高中生在社交平台上强调语言在西藏文化认同中的关键作用，称藏语是西藏人民的命脉。这一问题也引起了西藏境内外艺术家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在网络平台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报告进一步介绍了自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系统性地瓦解西藏各地的藏语教育，强行关闭了多所专门从事藏语教育的私立学校和寺院学校的事件，并强调了国家主导的文化同化问题，以及自2014年以来，当局强迫近100万名西藏儿童离开家人进入国营制寄宿学校等强制教育，
以及2010年西藏安多热宫的藏人学生为获得语言权利及反对当局实施中文教学，开始历年来的抵抗运动。报告还对中国政府相关政策对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状况与未来方面的担忧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相关报告请登录藏人行政中央官网进行查阅。另外，曾连续2届担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因病于上周四12月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去世，享年92岁。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闻讯后，相续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致给逝者遗孀古尔沙兰考尔的调研信中，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慰问，并赞扬曼莫汉辛格生前为印度的发展和繁荣，特别在经济增长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样，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的消息后，于本周一12月30号致函逝者儿子齐普·卡特，表达哀悼和慰问。尊者在调研信中回顾了吉米·卡特几十年来坚定不移地帮助穷人和被压迫者，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以及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和人权的事业，并感谢卡特前总统对西藏局势的深切关注和支持，以及为缓解西藏人民的困境而采取的举措。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也于本周一在达兰萨拉的总部举办祈福法会，悼念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在祈福法会上，代理司政塔兰卓玛强调了2位已故领导人对全球的人权、正义和和平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并向2位领导人的家属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于12月31号致函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儿子，表达哀悼和慰问，并称赞吉米·卡特前总统是民主和人类尊严的捍卫者。议长在调研信中强调，吉米·卡特前总统的精神遗产和对和平的奉献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西藏人民也对他的去世感到悲痛，并为逝者进行了祈祷。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12月26号分别致函日本国会议员山国会里子和议员山田弘司，祝贺他们被任命为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主席和秘书长。司政在贺函中赞扬了2位议员对西藏自由事业的一贯支持，并指出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奉献精神深受藏人的珍视，并为西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司政还呼吁2位领导人在号召全球倡导西藏的正义、自由和人权事业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12月31号在他的官方推特账号上推文，谴责中国对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实施的制裁，称此举是对跨国镇压的公然升级。司政在推文中强调，中国政府针对支持西藏组织的高压手段，其目的是压制自由社会中藏人的声音，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基本自由和民主原则而采取的更加广泛且更具侵略性威胁行动的一部分。司政边巴次仁还引用达赖喇嘛尊者的话指出，支持西藏就等于维护正义与自由的普世价值。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制裁只会进一步增强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继续捍卫人权与真相的决心。与此同时，由爱沙尼亚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协调员罗伊斯特莱德率领的代表团，于上周五12月27号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受到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在参观议会后举行的会谈上，向正副议长递交了爱沙尼亚国会议长劳里胡塞尔的信函，以及该国议员朱库拉伊德和爱沙尼亚国会赠送的礼物。罗伊斯特莱德在递交爱沙尼亚议长的信函时表示，
这是爱沙尼亚国会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一大进步，并指出代表团在当天早上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时，也向尊者递交了一封类似的信函。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在致辞时回顾了西藏与爱沙尼亚之间的持久友谊，强调双方共同关心的价值观，并呼吁爱沙尼亚国会为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制定相关庆祝活动。副议长卓玛次仁则强调了中国在西藏的压迫政策，特别是通过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强行同化西藏儿童的问题。他还感谢爱沙尼亚国会对西藏的坚定支持。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近日在纽约举办了一场藏汉新年聚会，以期促进西藏人民与中国民运人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之间的对话和团结。此次活动得到了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协会等组织的支持，突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非暴力愿景和中间道路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在聚会上致辞时，强调继续与各国华人社区接触的重要性，并感谢与会各界华人对西藏的支持。而知名华人作家胡平和64天安门学运领袖周峰锁等与会华人相续致辞，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的非凡贡献，并强调了继续促进汉藏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在当天的活动上，纽约智慧花园周末藏语学校的学生向与会嘉宾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